着穿新的我，每日新眼光读经，2022年6月初2。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32节。所以，我奉主的名考劝恁，毋通继续亲像外邦人安尼生活。因为无知甲疑心，心思黑暗，直到思想空洞，甲上帝所赐的活命隔断。因失去黏体的心，尽情放纵，做逐款有为的行为。恁并毋是安尼学习基督，恁应该有听到伊的代志，有对伊学习。因为伫耶稣才有真理，安尼就脱离以前的生活，脱去旧的人，因为旧的人受私欲的迷惑得败坏。恁的心思意念就完全换新，就是着穿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新人，用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圣洁表现出来。所以，恁着脱离虚假，着对厝边讲真实话，因为咱拢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恁若受气，毋通抵到犯罪，毋通到日落还得受气，毋通互魔鬼有空芳通利用。捌做贼的，毋通阁偷摕，着靠双手出力，做工得到正当的收入，有力通帮赞善车人。歹话拢毋通讲，颠倒着讲造就人的好话，互听到的人得到利益。毋通互上帝的圣神忧伤，因为圣神是恁属上帝的印记，保证恁伫拯救的日得到透放。着弃杀一切的恶毒、歹性地、受气、宣扬、诽谤以及一切的歹。着亲切、仁慈三款态，互相赦免，拄甲上帝有通过基督赦免恁共款。恁的心思意念着完全换新，着像照上帝形象创造的新人。恁着脱离虚假，毋通阁偷摕，歹话拢毋通讲，着弃杀一切的恶毒、歹性地、受气、宣扬、诽谤以及一切的歹。保罗伫遮的教示，若像是咧针对个人品德的教示，实际上个人的品德会牵动整个国家甲世界。世界行到伫今仔日，是毋是有因为科技的进步，互社会更较祥和咧？事实上并无，咱看到袂少国家甲地区还伫内战，因为宗教甲种族的起义发生冲突，欠缺和平、安定甲自由。根据基督教慈善机构拍开的门 Open Doors 伫2022年1月公布的2022年世界守望的名单，全球有超过3亿6千万的基督徒受迫害，创下29年来的新高。特别是2021年的8月，美军对阿富汗撤出了后，塔利班搁再掌控阿富汗，超过北韩，成做迫害基督徒上严重的国家。这个机构指出，真个国家甲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信仰这款的意识强加伫人民，
信仰无共款宗教的少数民族就受到压迫。其中排名第17个中国，伫2021年5月立法，要求宗教领袖必须爱国爱党，袂当破坏民族团结，对信仰忠实的基督徒处境堪忧。想到遐伫战乱中国家的人民处境艰难，侪人为着生存甲自由，甘愿冒险偷渡逃离因的家园，煞往往伫路途失了性命，实在互人艰苦心。为着安尼，我伫每日祈祷中间，常常恳求上帝公义、怜悯临到即个所在。另外，我也为着家己会当生活伫自由佮和平的台湾，献上感恩。咱新店台湾是偌啊尼啊大的恩典，咱的子孙通尽情学习，少年人通怀抱因的梦想向前行。伫我看，即个世界袂因为惊远文明就带来安全，也袂因为科技的进步就会当解决人甲人中间的问题。人上根本的问题是内在性命破病。保罗的教示毋若适用伫古早的信徒，对咱今仔日的生活也值得尊叹。活伫腐败的世界，人往往为着个人的私欲，无惜牺牲别人，甚至背掉整个的民族甲国家。这拢是因为人对生命意义、目的甲自大所造成的。保罗鼓励基督徒着称新的人，这新的人是照上帝形象创造的，有圣神做印记。若是安尼，咱除了追求个人灵命成长，搁较着致力促进和平，互仇恨会得通化解。我知影这并无简单，毋过咱通亲像一支一支的蜡条，照光伫四周围，温暖别人。咱着尽力学习，不断成长，伫职场、伫家庭、伫学校、团体、厝边的中间，活出美好佮良善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有努力地实践圣经的教示，活出新的人的款式，表现伫真理所产生的正义甲圣洁？我是毋是有努力地实践圣经的教示，活出新的人的样式，表现伫真理所产生的正义甲圣洁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互我的性命会当照光别人，带来和平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